今次分享下罐頭鮑魚嘅一啲小知識。左手邊罐A1咧就調晒味嘅，一開加熱就食得噶啦。咁今日我分享嘅就係右手邊呢罐，都係罐頭鮑魚，但係得鹽水浸住嘅啫。咁佢可以話係咧罐頭鮑魚界之中嘅 MX 車輪包啊。咁老一輩咧就一定會食嘅。咁車輪包咧都有分澳洲同墨西哥，墨西哥嗰啲咧再矜貴啲。今次我買呢罐係墨西哥，裡面有2隻完整嘅，就1050蚊。嗱，車輪包罐底有啲編號嘅，而家簡單講下呢啲編號究竟咩嚟嘅。上面就係到期日啦，下面啲編號都有得解嘅。最開頭咧就係個廠嘅編號，黐住個廠編號嘅英文字，即係中間嗰度。呢個英文字唔係 A 就係 Z 噶啦。A 咧就係深海啲嘅黃鮑魚 ，Z 咧就係我今次呢罐藍鮑魚，就淺海啲嘅。隔一格咧有個2位數字，代表鮑魚嘅數量啦。我呢罐20咧，即係裡面有2隻完整鮑魚。如果10咧，即係代表裡面得1隻咯，咁啊再大啲嘅咯。留意翻車輪包罐頭咧，裡面唔一定係完整嘅鮑魚嚟嘅。嗱，我今次呢罐係20咧，就代表2隻完整鮑魚。如果後面個數字唔係0，變咗1，即係21，就代表呢罐鮑魚有2隻半咯。咁2隻半夾埋一罐咧，就會細隻過2隻嘅，因為佢哋每罐嘅重量咧定咗嘅，所以每一罐裡面越少隻數，就代表隻鮑魚越大隻啦。佢哋定咗每罐鮑魚嘅淨重量，唔計嗰啲水，淨係鮑魚嘅重量咧就係250 gram 度嘅。咁我貪得意磅下佢啦，都相當足稱嘅。好啦，至於罐頭鮑魚點樣食、點樣煮咧，咁就下條片再講啦。